后来，过来这个消息，这几天大家真咧关心。台中一个7岁小男童学柔道，互教练甲伊的小学长动摔到27届人昏迷，医师判定这个脑严重来受伤，即摆还阁伫咧加护病房甲死神咧搏斗。这个小男童这个互动摔的影片现光了后，引发着各界的愤慨。有民众专工来送到大甲妈的亚球金甲平安符，而且写批甲这小男童加油鼓励。小男童的同班同学嘛来录音讲敬伤伊，希望伊会当赶紧来精神。这小男童的爸爸真感动。台中7岁查甫囡仔学柔道，摔去学长动摔20摆，4岁教练摔7摆，送病院了后，人即马搁伫咧加护病房抢救。连这个电话也没有打，让我们觉得说也很匪夷所思。这些小朋友的父母亲也都没有打电话来。后生活跋过古水去学柔道，煞红摔甲倒伫咧病床，这件代志无外界拢来处理。有民众特别送大甲妈含白沙屯妈的地球金平安符过来。搁写一张批讲，10年前出严重车祸，昏迷13天，所有人去庙里拜拜，伊就好起来啊。所以特别为高雄送平安符来，希望马里奥赶紧好起来。他很喜欢马里奥，所以特地买了这个玩马里奥。对，在旁边刚刚加油打气，用声音给他听。他有什么反应吗？他现阶段他没有办法有什么反应。爸爸讲，后生同学嘛录音替后生加油。爸爸讲，后生同款昏迷不醒，不过气色有较好，有大家祝福，希望当赶紧精神。练柔道红摔个昏去，馆长陈志汉嘛讲，家囡仔直接歹过，真危险。绝对不可能做单背过肩，因为单背过肩摔是不能保护对方的。单背过肩摔，它是蛮危险的动作。馆长教大家安怎摔较安全。你要抓住对方的手，要紧紧的抓住他，这只手要抓住他。第二个转过来，你要扶着对方的腰，手要这样子拉着他，然后再放。不管任何运动，拢要有安全防护，学晓保护技术，才能进一步练目招。不过7岁查甫囡仔学柔道，煞红小连续动摔27摆，摔到头壳出血，大家拢看个真感。厝的人嘛希望奇迹出现，互囡仔紧度过这摆难关。